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咧就介紹一個新嘅品牌 Newtec，係一個國內好出名嘅一個儀器供應商嚟嘅。咁你今日見到咧，畫面呢一度咧，我哋會有一個超聲波機 Sololite UT1021嘅型號。咁你見得到咧，佢跟機咧就有一個 carry bag 啦，一個手提袋啦，主機啦，一個5cm 嘅治療頭啦，另外有個1cm 治療頭可以額外加嘅。咁你見到呢部機嘅特別嘅地方咧，佢有埋一個我哋叫做電芯喺呢度，咁所以部機咧你可以咧將個電芯充電之後咧就可以拎出去用，又或者咧直接插住濕電用都得嘅。咁跟住仲有一個說明書啦，就喺呢一度。咁呢部機嘅優點咧就係咧佢個重量咧只有1.4個 kilo，佢跟埋個 carry bag，咁所以拎出去用啊，或者放喺診所突然間拎去比較遠啲嘅房咧都可以方便到啲治療師使用咯。咁啊，另外咧佢治療頭咧都係配備咗多頻啦，1個 MHz 同埋3個 MHz 都做得到嘅。咁啊，使用模式啊、連續啊、脈衝模式佢都可以。咁你見得到咧，佢個超聲波頭咧有2盞燈嘅，一盞燈咧就話俾你聽你而家嘅治療嘅接觸嘅情況啦。咁另外一盞燈咧就係話俾你聽你而家咧嗰個使用嘅超聲波嘅模係咩模啦。咁佢都話到俾你聽嘅咁樣。咁另外部機咧已經預設咗咧好多唔同嘅程式。咁一陣間我哋下一條短片講一啲操作嘅時候，我會再講多少少嘅。當大家咧收到呢一部儀器嘅時候咧，你會見得到咧佢個配件咧有個電芯嘅。咁個電芯咧安裝就好簡單嘅啫。咁你見得到咧，佢呢度有個位，我哋對翻住呢個位。咁所以咧基本上你放入去，褪落去，你聽到咔一聲嘅。咁個電芯就已經安裝好。咁如果我想插濕電咧，你就可以喺後面插一條電源線。咁呢個情況咧，你唔放電芯落去咧都可以操作到嘅。咁而家我哋放咗電芯落去啦，我哋就可以直接咧開機。咁另外咧，超聲波頭嗰度都好簡單，後面一個窿咁啊，放入去就可以啦。呢個就係簡單嘅安裝。見得到而家開機個畫面咧，我哋見得到咧有幾個快捷鍵嘅。除咗畫面有快捷鍵，下面呢一度都有啲快捷鍵嘅。咁簡單講啦，第一個咧就係開機關機。第二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叫 manual mode， 你撳呢一個 manual mode 又得，撳呢一個畫面上嘅 manual mode 都得。呢一個有本書嘅圖案咧，我哋就係一個 protocol， 即係意思咧預設程式，我哋喺呢度揾得到。咁呢一個星星咧就係咧一啲程式，我哋儲存咗，我哋就可以好快速喺呢度攞得翻嚟啦。咁畫面咧左上角咧有一個設定嘅，設定咧可以方便轉語言啦、光暗度、大細聲、啲聲響定係唔響。單位完咗嘅時候咧，你想用唔同嘅聲都可以嘅。好嗱，咁如果我哋想快速一個治療咧，你可以用手動模式。手動模式就可以按呢個，按完之後咧，你會見得到咧，我哋常用嘅超聲波嘅一啲參數咧，都已經喺個畫面度。咁最常嘅參數係啲乜嘢咧？例如我想做一啲深層嘅，我哋可以用1個 MHz。如果我哋做淺層，我哋要用3個 MHz。咁另外啦，呢度100% 意思我哋一個連續模式嚟嘅。咁如果我想用一個脈衝嘅模式，我哋可以將佢轉唔同嘅百分比。如果處理啲急性，我哋又唔想個 duty factor 咁高，我哋可以轉到一個低啲。咁呢度我哋可以校一個時間。咁最後呢度就可以校一個輸出。咁注意呢，一校輸出咧，部機會自動已經係開始咗㗎啦。做緊嘅時候咧都可以調校個輸出嘅，中途咧可以咧暫停或者係唔做都得嘅。咁你聽得到咧？如果我哋冇接觸咧，個頭咧就會不停咁樣閃，同埋有個響聲，然之後個時間就會停頓。咁呢個係一個不良接觸提示嚟嘅。咁我哋做完或者唔做，我哋可以熄翻佢出翻去。好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想咧用一啲預設程式，我哋好簡單，可以撳呢個掣或者熒光幕嘅呢一個掣。撳完之後咧，佢就會有3頁唔同部位嘅俾你揀。咁例如我想做一個背脊嘅，我哋可以揀背脊。咁佢會有一啲相應同背脊有關嘅應用程式俾你揀嘅。咁亦都好簡單。揀完之後咧，佢就會俾翻相應嘅建議嘅參數俾你。咁如果咧你想更改咧，都可以做任何更改。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撳開始嚟做呢一個治療。好啦，咁跟住落咧，我哋就可以睇下啦。如果我哋部機咧已經有預設咗程式 save 咗啦，我哋就可以星星呢一度揾得翻。咁之前咧，我哋已經入咗一個咧
落去，咁所以你會見到有一個程式喺呢一度嘅。咁呢部機可以儲存最多60個程式。咁撳一撳，佢就 load 得翻預設咗個程式嘅參數出嚟啦。咁另外漏咗咧，第一格咧未講嘅。第一格咧係啲乜嘢咧？第一格咧就係方便咧啲用家咧比較少用超聲波嘅時候咧，可以用一個我哋叫做協助模式啦。咁撳入去，咁你需要咧揀你今次治療嘅深度係幾多？例如我今次想做深少少嘅，咁你就可以揀3或者4。揀完之後咧，佢相應嘅參數咧會自動會同你改變嘅。跟住你就可以再校翻你係一啲急性啦，定係一啲慢性嘅症啦，咁你就可以相應咁樣調校翻。咁跟住個治療面積，佢會因應你校嘅唔同嘅參數咧，會調節翻嗰個超聲波嗰個選擇俾你嘅。咁譬如我選擇完啦，我哋就可以接住落，跟住就撳開始。嗱，咁大致上呢個機咧，嗰個基本功能都已經係非常之好，有連續模式，有脈衝模式。個超聲波頭咧，亦都可以因應你接觸嘅情況話俾你聽嘅。咁另外咧，個超聲波頭有2盞燈啦。咁如果過熱咧，佢都會話俾你聽嘅。部機1.5公斤，咁啊電芯啊大約0.5公斤，咁充一次電大約2至3個鐘頭到，咁使用時間大約1個鐘頭至2個鐘頭 ，depends on 你個用個 power 咁樣。咁今次介紹呢個短片就到呢度啦，唔該。